为推广台湾好米，农粮署自103年起推动台湾米标种认证，鼓励餐饮相关业者100%选用国家标准，而且制造日期半冬之内的米，就当申请台湾米标种。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为了确保蔬生食品安全以及用餐的品质，率先响应台湾米标种政策，也成为全国第一间取得标种的校园。中华医大这边其实是全国第一家在校园里面取得台湾米标章的这样子的一个餐厅的一个验证审核通过。那我们也非常开心也希望可以从校园来当做一个出发点，从校园里面让我们的学生那就可以有米食的这个相关的正确的观念包括营养的成分等等，那包括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国产米怎么去了解我们的品质规格等等。从学校出发，那学校出发有个好处，它扎根了它的所有的相关的知识，那会回馈到家庭里面去，那再从家庭可以扩散到社会去，那这会比我们在后续在针对消费端的层面去做行销、去做推广、去做教育训练，它可能效果会来得更大。健康乐活餐厅获得农粮署的台湾米标章的这一个荣誉那我想中华医事科大是一个医事类的学校，那对于这个食材的安全、健康，甚至是营养的一个卫生的注意都非常的在乎。那我们也会恪遵这个标章所订定的所有规范，在尔后一定也会用这样的一个高标准来做我们餐厅的所有的饮食的一个供应。那也希望各界贵宾或者是这个镜头前面的观众有空多到我们中华医大来参观指导。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也趁着这次取得台湾米标章的机会，展示由学校餐饮系师生所制作出的创意美食料理，搭配着摆盘以及灯光，真正让人想要试食看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